来看高雄的大寮，昨透早有一个姓张的查甫人骑车要对180关道，要对屏东骑去大寮，却因为去到着一块对800快速道路落来红门头雷残，送病院嘛救无回来。今仔早起，民意代表到公路局等单位去现场了解，公路局表示讲，因为附近的时间有保护的措施所发生意外，产生有疏失，卖来检讨改善。高频180关道顶面，红门头甲向阳按天顶落落来，过几分钟了，现场的机车骑士经过上去弄掉，人和车拢摔出去，送医了宣告不治。开那大卡车的都是要很早去码头排队装货，因为他说晚出门的话就少跑人家一趟，就少赚1000多块。事故发生伫27透早。大屏东的张先生为着要加走一撮货运，却拄着死劫，互家属无法度相信。28透早，面带甲相关单位来现场会勘，因为180关道大寮段顶面是800快速道路，有监视画面作证。红门头角正是按快速道路春秋旁修补时间的所在落落来。我们都有清过一次，但是现在这个掉下来，这是我们那伸缩缝下面的盖板坏掉了，或是盖板里面的话有缝隙掉下来，累积在那边。然后有一些是就是以前做伸缩缝的时候遗留下来的。你们多久之前清的？我们之前的话清过的话是针对每个伸缩缝。多久之前清的？李长问讲，最近是当时来清理春秋旁，公路局的人煞印袂出来。附近的民众讲，春秋旁的石角哪像长期无清理？这拢卡青底啊，你看偌久啊？伸缩盖损坏，所以造成落石落到这个桥墩，然后再由桥墩掉落到地面。那包含整个一个接水管的一个漏水的情形，我们刚刚也已经跟他澄清了。施工现场为应该为离，石角煞同款落落来。民代表示讲，已经要求公路局全面检视800快速道路的维护工程，包括爱定期定时来养护。针对石角无清理这寡细节嘛，爱改善，避免再发生类似的事故。记者综合报道。